地掉頭好似坦克一樣，應急時嘅浮水模式令佢關鍵時刻能夠當船開，能夠實現充電1秒唔止1公里，即充電5分鐘就能夠增加200幾公里嘅續航。而家已經有電動車嘅綜合續航，最高可達到1500公里。部車仲有一個係佢有香薰系統，有3個味道嘅香薰。灣區智慧生活。喺海外生活咗咁多年，我一直都係使用汽油車。對於電動車，雖然我身邊嘅朋友都有使用，但我自己嘅認知就好少。我只係知道中國嘅電動車發展得極為迅速，甚至已經係喺度領導嘅地位。當我移居到國內之後，就一直好渴望有機會參觀國內1線城市嘅大型車展。雖然仲未有機會，但當我知道中山本地喺11假期舉辦車展嘅時候，我就急不及待去咗參觀。其實我唔係去參觀咁簡單，我係去補課，去學習一堂關於智能電動車嘅課。去之前，我仲故意上網搜索一下，睇到呢架仰望 U8，哇，根本就唔可以單單用車呢個字去形容㗎。佢能夠喺原地掉頭好似坦克一樣，應急時嘅浮水模式令佢關鍵時刻能夠當船開。4電機超過1200匹馬力，8公里加速3.6秒。呢台重達3噸嘅巨無霸又快到好似一陣風咁。佢賣109.8萬，買嘅唔係代步工具，係一張掌握咗核心科技嘅入場券。係啊，國產電動車已經發展到呢個地步啦。請跟住我嘅鏡頭一同去體驗、去感受。睇呢啲設計嘅線條，呢啲燈光，以前嘅汽車設計講究嘅係肌肉感同機械美學。而家呢啲電動車整個前面就好似一塊會發光嘅智能屏幕，簡潔、流暢，充滿咗未來感。例如果話我之前介紹嗰可浮水嘅仰望 U8 係個陸地航母，呢個仰望 U9 嘅蝴蝶門一開，樣就好似係一個星際戰機。佢超1360匹馬力，0-100加速2.36秒，呢個性能已經躋身全球超跑頂流。雲浩 X 底盤技術令佢能夠跳舞一樣，懸掛可以主動調節，過彎時穩如磐石。佢象徵住中國品牌衝破咗價格同技術嘅雙重天花板。哇！呢個真係車嘅內艙咩？我熟悉嘅嗰啲密密麻麻嘅按鈕去咗邊啊？取而代之嘅係一整塊好似家庭影院咁嘅屏幕。呢個邊度係駕駛艙？呢個分明係一個帶住車輪嘅智能客廳。語音助手能夠聽到我嘅每一句說話，甚至能夠識別我嘅情緒。從物理按鍵到語音觸控，呢種體驗嘅跨越，就好似係從按鍵手機直接跳到咗智能手機時代。呢架小鵬 X9 嘅 MPV 多功能車，佢嘅第3排座椅能完全電動摺疊，隱藏到地台下面，變出一個堪比貨車嘅純平空間。佢亦再唔會有好似一般 MPV 內空間不足嘅問題。配合後輪主動轉向，咁大一台車掉頭比好多轎車都靈活。佢呢個座椅都可以放平嘅，佢放平咗之後，到時候你去出去玩啊，或者你想鋪個床墊喺上面都冇問題。然之後呢部車呢個係佢嘅充電口嚟嘅，佢呢個充電口呢個係快充，呢個係慢充，呢個唔單止話可以充電，到時候都可以放電出嚟。例如話我出去玩啊，想打個邊爐啊，咁我插一個插頭喺呢度就可以放電出嚟啦。前開車睇導航要低頭，而家好多新能源車嘅信息都投影喺前擋風玻璃上邊，車速、導航、智能駕駛信息就好似懸浮喺道路上。呢個唔單止係科技，更加係安全。抬頭顯示，就係呢個。問界 M9 更將呢 HUD 投影技術做到落極致，佢就好似一塊車內 IMAX 巨幕，將投影大燈玩成咗藝術，可以喺牆上投射電影，又係地上畫出光癲。佢嘅座艙讓手機、車機、家居完全無縫流轉，呢個就係我哋嘅未來客廳。呢度嘅電動車再冇震耳嘅機器聲，同起步及剎車嘅時候強烈嘅頓挫感，佢哋快得全無聲息。當踩落電門嘅瞬間，係啊，已經唔叫油門啦。冇延遲，冇換擋衝擊，就好似俾一隻無形嘅手強而有力咁推出去。呢種直接快又強嘅推力，佢哋稱之為電動推背感。呢個實在太安靜，而且起步同剎車都太快，太有力量。坦白講，呢種適應我係一時間有啲唔習慣嘅。至於智能方面，就係最讓我目瞪口呆嘅。電動車都係有智商㗎，自動泊車已經係最基礎嘅功能啦。呢度嘅車能夠通過手機遙控進出狹窄車位，能夠喺高速上自動輔助駕駛，甚至能夠學習我嘅駕駛習慣。佢唔再係一個冰冷嘅機器，而係一個有生命力嘅出行夥伴。
呢個喺汽油車世界裏幾乎係無法想象嘅。呢架騰勢 N9 身形雖然龐大，但同一啲智能車一樣，都能夠自動揾車位，輕鬆自動泊車。佢嘅代客泊車功能仲能夠讓車主喺停車場門口落車後，用手機讓車自己去找空車位並停好，十分便捷。點就係多咗哨兵模式。當我哋個車停車之後，係咪先？咁如果有人經過或者有人嗨嗨碰碰，有人想開我哋個門，佢會全程記錄喺度，而且佢會區分一個輕、中、高嘅報警，會話俾我哋手機聽，或者你上車就會見到啦。都係標配360。當我哋打燈，嗰度就會見到我哋嘅前後左右所有攝像頭喺度，嗰個都係標配嘅。睇下呢台會橫住走嘅小可愛奔騰小馬，佢實現咗真正嘅原地橫行同埋斜向移動。佢話俾我哋聽，電動化帶嚟嘅不僅係環保，更係前所未有嘅駕駛樂趣。比亞迪嘅車嘅話，都係有個天神之眼嘅輔助駕駛嘅。呢個天神之眼，我哋嗰個天神之眼 C 嘅藍色嘅標嘅。跟住嘅話，佢可以支持嘅高速上面嘅高快領航啦。高快領航主要係高速上面自動跟車啊、超車啊呢方面嘅。可以俾佢自己開，好緩解我哋高速上面開車個疲勞感啦。跟住仲有個智能泊車功能，比亞迪嘅呢個智能泊車嘅話，如果選好車位嘅話，佢自動停好你揀嗰個車位嘅。揀好個車位嘅話，佢自動停好嘅。如果跟住我哋比亞迪呢度有安全兜底嘅，安全兜底就係你用嗰個輔助駕駛個輔助停車嘅話，如果發生碰撞啊、刮蹭嘅話，都係比亞迪呢度嚟整嘅、維修嘅，唔會影響你來年嘅保費嘅咁樣。你可能仲喺度擔心充電慢，呢個只需3分鐘就可換電，好似俾手機換電池一咁。車子開入換電站，全程自動，3分鐘唔到，一塊滿電嘅電池就已就位。呢個係蔚來呢個品牌獨有嘅換電站，令電動車出行擁有加油般嘅便利。電動車開發商不斷喺充電嘅速度上有新嘅突破，例如小鵬汽車今年3月正式發布今年款小鵬 G6 同 G9 車型。呢兩款車全係標配5C 超充 AI 電池，其充電峰值功率極高，能夠實現充電1秒唔止1公里，即充電5分鐘就能夠增加200幾公里嘅續航。擔心續航不足咩？而家已經有電動車嘅綜合續航，最高可達到1500公里。例如吉利銀河 M9、比亞迪海獅 X， 從大灣區出發，1500公里嘅距離，基本上就可以覆蓋半個中國啦。喺呢個價位裏面，所有嘅車只有呢部可以做到一個城市嘅智能駕駛。佢呢個可以一次性完成差唔多5-6句話嘅。不如話你想開冷氣、開窗、開空調呢啲都可以一次性講晒。係，不如話我有一隻寵物喺車上，我一係人約我落去食飯，咁我可以開呢個寵物嘅模式，佢就可以走啦。佢呢個可以車外語音嘅，不如話呢部車一係停喺停車場，我行過開就係你解鎖之後，你直接叫佢你有小屁開出嚟，佢就自己開出嚟。然之後係啊，你仲可以喺上面叫佢打開咩前備箱啊、後備箱都可以噶，可以語音解鎖噶。就係錄自己嗰個聲，自己嘅聲音進去，自己把聲入去，然之後佢就會識別到，比如話我開指甲，我喺度玩手機，佢會檢測到噶，會響噶。比如話我一開車，我呢個我人我頭喺前面嘅，我眼睇其他地方都會顯示嘅。如果你好似我咁唔識講國語，可以揀智能系統支持粵語嘅國產電動車，例如50賓果 S、零跑 B10、魏牌藍山等。另外，我喺車展上面就發現有好多車嘅智能系統雖然冇表明支持粵語，但一般簡單嘅粵語指令都你冇問題，可以接收得到㗎。試試用粵語同佢溝通打開音樂咁得，都依家都可以㗎。仲有部分智能電車可以用人臉識別開車門同埋用車，比如長安 UNI-Z 極氪007 GT。有啲電動車就連車內空氣質量都考慮到，車內附有空氣質量監測系統，一旦監測到空氣質量超標，就會自動開啟淨化功能，確保車內空氣清新健康。哇！呢架車仲有自帶嘅香薰系統。呢部車仲有一個係佢有香薰系統，有3個味道嘅香薰。然之後佢呢個香薰係呢下邊，可以睇下，就呢個。講究舒服體驗嘅人，可以考慮有提供座椅按摩功能嘅智能電動車，例如小鵬 X9、問界新 M7 等。另外，好多電動車都提供座椅記憶功能，
可以記住駕駛者習慣嘅座椅位置，上車後一鍵調整。部分車型能夠根據唔同駕駛者自動調整座椅、後視鏡位置，播放你中意嘅音樂。近年因為電池成本下降，進一步壓低成本，同時比亞迪、50等頭部企業為搶佔市場率先降價，引發價格戰。國產新能源車有唔少性價比及低價車型可供選擇，例如50宏光 Mini EV， 價格只需3.28萬至9.99萬；比亞迪嘅海鷗只需6.98萬至8.58萬。作為一名華人，睇到祖國喺電動車呢個全新嘅賽道上，唔係追隨者，而係引領者，我哋當然係感到自豪。從電池技術到智能座艙，整個產業鏈都喺度蓬勃發展，正係喺重新定義乜嘢係車。德國人發明咗汽車，而家中國人重新發明咗連住雲端大腦嘅電動車。我哋曾經以為汽車嘅天花板喺西方，但今日未來就喺呢度。